胖了，跟个猪一样，有点人大。好像看一年，我就觉得恶心。谁愿理你啊？我不想跟你出来，非要贴着我们。你忘我们当作风的原因是什么？光在前无惧。有些事情本来很遥远，你争取，它就会离你越来越近。我真的想看看我瘦下来的样子。今天是减肥第2天，第4天，今天是减脂第9天，是第13天、17天、第34天。你见过你瘦下来的样子吗？兄弟们，一定坚持住！但我活在这个竞争的世界，输赢就是现实。如果你没有热情，如果你不跟他建立关系，你就永远无法控制你的处境。现在终于知道，要赢别人很容易，最難嘅是你自己。我認為好勝心係每個男人與生俱來。如果你冇，就係你冇呢個能力。